少君，罪魁祸首已然处置。你，谁让你上马了？啊！今晚毒杀陈芊芊，先扫清这个障碍，随后按原计划扶持陈楚楚上位，利用他夺得龙骨，待我夺得花园城秘宝治愈心疾后，便立刻点燃瞭望台上的狼烟。届时玄虎挥师南下，一举攻占花园。少君英明。将此次办事不力的人统统杀了。少君，如今我们身处敌营，危险重重，还请少君三思啊！给犯错的人，尤其是我，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吧。那就找出搞砸此次景马事件的罪魁祸首，杀一儆百。属下领命。少君，罪魁祸首已然处置。你，谁让你上马了？啊！他把马杀了，这是杀马敬我呀！下一个就轮到我了。玄虎，切！边陲小城，弹丸之地，自己家的少君都被送过来当质子了，还有什么可嚣张的？韩少君病病歪歪的，看着就是个废人，还拿马发上脾气了，最后啊，还不是任您摆弄吗？边陲啊，弹丸，废人啊，任我摆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想活命，就别把这些话当着韩硕面说。那是自然不会了。哎，倘若啊，我要真把韩少君惹怒了，三公主你不得护着我呀？我自己我都护不住，我护你我。我要是顺着剧情，在洞房之夜喝了韩硕的毒酒，领了盒饭，我是不是就能醒过来？三公主，我给你讲述一下今日大婚的全部流程，你仔细听听啊。您素来不喜欢这些繁文缛节，哎，但这回不同啊。自从城主大婚，咱们花园城已经整整30多年没有举办过婚仪了。这次又是和玄虎2城联姻，规模更为盛大。别的咱不说，就说这花车游街，足足溜了4城的。你是子睿吧？啊，当初为了增加字数，给你身上加了好多词儿，你不会一直这么啰嗦吧？我告诉你啊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每句话只能说10个字儿。不是，现在什么流程？10个字儿。哎，花车游街与2郡主一起。花车游街免了，不去了。免了？我的三公主啊，这史无前例呀！我告诉你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跟韩硕成亲，除了喝交杯酒，其他的全部都可以免去。那如何跟城主还有2郡主交代呀？这还不好说，你就说我心急如焚，着急跟韩硕洞房。什么？花车游街免了？回禀2郡主，说是驿站传来消息，韩少君急着与3公主洞房，众人议论13公主偏好美色，性急。子竹，芊芊是我妹妹，岂能妄议？小人知错。韩硕若是良配，也再好不过。芊芊成婚后，就能安稳些吧。